哋係 UC 老師，我係 UCA 班主任卓南老師，我係 UCB 班主任彩怡老師，我係 UCC 班主任陶老師，我係 UCD 班主任嚴君老師，我係 UCE 班主任嚴雅老師。係喎，小朋友都返咗學一段時間啦。係呀，見到佢哋而家每日返到嚟都好開心啊！梗係啦，佢哋返學咁多活動咁好玩。咁爸爸媽媽，你哋想唔想知道佢哋平日喺學校中意做啲乜嘢、玩啲乜嘢呢？咁不如等我哋帶爹哋媽咪一齊睇下片啦，一齊睇下佢哋學校生活點滴。喺主題學習方面，根據唔同嘅主題，幼兒會透過閱讀繪本故事、資料搜集、討論、小食製作等活動，等佢哋認識唔同嘅詞語、知識同埋唔同嘅數學概念。喺分組活動方面，幼兒可以喺自選時間進行唔同嘅活動，透過計劃、實踐、記錄嘅過程，提升幼兒嘅自主能力同埋自我反省嘅能力。喺圖工活動方面，幼兒會運用唔同嘅物料進行創作，除咗提升咗唔同美術技巧之外，最重要係佢哋學識咗點樣欣賞別人同自己嘅作品。另外，我哋都鼓勵小朋友有更多科學探索嘅機會。喺上學期，佢哋曾經探索過不同種類嘅茶葉，同埋分別運用熱水同埋冰水沖泡茶葉，觀察下佢哋嘅變化。呢啲都係俾機會去刺激小朋友嘅感官。佢哋可以透過觀察發問更多嘅問題。另外，我哋亦都俾小朋友進行過油分測試。佢哋運用吸油紙去探索唔同食物嘅油分，知道要少吃一啲多油分嘅食物，注意返個人嘅健康。總括嚟講，科學探索能夠激發小朋友嘅好奇心，增強返佢哋個人嘅自信心，培養觀察力，提升返小朋友嘅學習能力、認知同埋解決問題嘅能力。喺體能活動方面，小朋友佢哋可以透過循環遊戲、自由遊戲呢啲模式，鍛鍊同埋提升返各項大肌肉嘅協調性，亦都可以透過同同伴合作，加強返社交嘅技巧。喺音樂活動方面，小朋友可以學識唔同主題有關嘅歌曲之外，亦都可以透過音樂遊戲學習唔同嘅音樂知識，例如拍子、音調、音高、手號等等。佢哋亦都可以透過敲奏唔同嘅樂器，培養個人嘅音樂感同埋節奏感。我哋嘅制服團隊包括有小蜜蜂同埋小綿羊。小朋友可以透過喺活動裏邊學習到服從同埋紀律，當中亦都會有一啲嘅合作遊戲，從而提升小朋友喺群體方面嘅發展。而兩校我哋亦都有升旗隊，升旗隊嘅小朋友會喺早會嘅時候進行升旗嘅活動。你哋睇下，小朋友佢哋好認真㗎。我哋都好鼓勵小朋友走出學校，喺不同嘅地方進行學習，從而擴展佢哋嘅眼界。小朋友喺每一次嘅外出學習裏邊，佢哋都好興奮、好雀躍㗎。跟住落嚟就會講下啱啱過去完成咗嘅專題研習啦。專題研習係提倡小朋友做主導，啟發佢哋嘅學習動機，從而俾機會佢哋自主學習。我哋會喺日常生活中揾出小朋友感興趣嘅主題，再進行深入探索，引發小朋友嘅探究精神。我哋不如就睇下各班嘅專題研習主題啦。首先就係竹子啦，小朋友利用竹子進行唔同嘅探索活動。而24節氣呢，就係探索唔同節氣嘅特色。高鐵就係認識高鐵行駛嘅原理。最後中國文物就係探索不同時代嘅文物。我哋嘅活動既豐富又多元化，相信小朋友喺活動入面都獲益良多。接落嚟，我哋就講下全日班有啲咩活動啦。每個星期我哋都會有唔同嘅活動，例如我哋有足球活動，我哋學校會邀請咗足球教練教小朋友一啲踢足球防守嘅技巧，大家每次都會練習得十分落力，小朋友都會變身成為一位足球選手啊！另外，我哋會有唱歌活動，
學校邀請咗 InSync Voice 團隊，佢哋會專業指導小朋友喺唱歌上面要注意嘅地方。導師都會安排時下最流行嘅歌曲，除咗教導小朋友朗讀歌詞之外，仲會配合舞蹈，十分之多元化。另外，我哋仲會有功夫活動。學校邀請咗專業嘅少林武術師傅嚟教小朋友一啲武術嘅基本功。你哋睇下每位小朋友經指導後，佢哋嘅姿勢都擺得十分專業啊！左推掌，右推掌，左切掌，雙衝拳，雙推掌，左腳打，右腳打，社工姑娘會同我哋講一啲關於品德嘅故事，或者同小朋友透過遊戲去體驗同埋學習一啲抽象嘅品德概念。而英文老師亦都會透過下晝嘅時段同全日班嘅小朋友進行一系列嘅英文活動，從而希望可以鞏固到小朋友嘅英語能力。我哋仲會出去運動場做運動添啊！我哋都會定期舉行增潤活動，例如小朋友前嗰排去咗金紫荊廣場做寫生，欣賞維港嘅景色。中秋節我哋仲會一齊整月餅，一齊去 V Park 玩沙玩水，當然仲有普通話活動添啦，提供豐富同埋足夠嘅語境俾小朋友學習。最後係一啲活動預告。嚟緊喺2025年12月19號，我哋有個聖誕嘉年華，歡迎各位 UC 家長帶埋小朋友一齊嚟參與呢一個活動啦。UC 活動嘅時間係早上9點至10點，記住同小朋友一齊嚟啦。透過今次嘅短片，相信家長對小朋友喺學校嘅生活有一定嘅認識。係啊，呢段時間老師都睇到小朋友嘅進步啊，大家要加油啊！歡迎鏡頭前面嘅你哋，以後都可以踴躍參與學校嘅活動。同時，我哋都好期待下次同各位家長見面。我哋下次見啦，拜拜。